再来看咱国内这7月的丹那西风台呢，是甲家己真侪水面型的供电棒甲扫歹去，一寡厂商是暂时甲海气的设备放伫大塘的农地顶头，也毋过刷落个连续过6天的大雨，这个设备呢已经开始流汤，有一寡红色的水呢是满甲规涂骹满是。这环保局表示讲，会要求业者好好啊处理这个废水。因为风台海气的供电设备放伫正座的农地附近。虽然顶面有帆布盖的，涂骹嘛有自帆布，不过内底一寡所在却有红色的水流出来，这是家己县一地甲布地交界的所在，互人质疑业者敢是违法放伫大塘的农地，经过的农民真烦恼，边仔都是灌溉用的沟仔，唔知敢会造成污染。阮的田拢伫即个边仔遮尔，阮厝也伫遮，好就袂烦恼的，啊袂会烦恼，人都要倒啊，无法度人啊。种啊路来啊，路啊一几头啊。安尼较好，你这想安尼较好，但安尼较好，但安尼就袂污染。家己县环保局表示，放伫遮的物件，拢是因为风台海气的供电设备，一寡业者因为无所在放，另外4只煤盒暂时放伫大塘的农地，内底主要拢是塑胶的物件，无供电面放伫遐。针对民众烦恼的部分，会要求业者改善。依照废氢法36条的储存设施管理办法，它是有要防止地下水跟一些雨水的渗透跟这个废水排出的这种设施了。那我们去看的话，如果它有这些相关的排出这些废水的这些问题，我们会请业者做好这一个管制措施。环保局嘛指出，现场红色的水可能是业者厝和动车出入的铁棒，因为落雨造成生銑所产生的，会到现场采用检验。若是业者有违法的状况，嘛依法来处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